来看新北市寿龙国小一个老师魏俊荣，伊最近出版一本台语文素养教学全攻略，设计真侪无共环境的台语教学内容，望讲互学校的台语老师来参考。之前我足紧张的，你讲一摆看嘛。考试进前我足紧张的，唔知影要安怎复习，才会当摕到100分。 老师学生坐小我，叽看甲发音甲声情。新北市寿龙国小老师魏俊荣10几年前伫台语演说比赛得奖了后，就踏入台语教学领域。即阵佫将伊即几档累积的经验写成一本台语文素养导向教学全攻略。面册即个社团有发表一寡教学的文章啊，所以就是出版社因有看到了，佮甲我联络啊，希望讲会当收集这个教学的资料，会当互现场教台语的老师。 会当甲咱台语的教学会当较深化。现主是学校的台语课本，出版社拢会配一本备课用册给老师。魏俊荣表示，伊这本甲遮的备课用册无共的是，符合108课纲素养导向教育，伫教案内底融入无共议题，欢迎下领域的老师拢来参考使用。新北市闽南语辅导团召集人中央国小校长吴明俊嘛指出，这本教学册提供老师台语文精进教育的范例。 我感觉目前免啊教老师去拿到资格，这找足济，但是免啊教老师免啊教学，免啊把咱的本土语闽南语教好。目前市面上其实这种册并不多。真侪推广台语的学校，中央国小有一间红霞厝教室，互囡仔伫内底学本土语言文化。魏俊荣嘛表示，台语文教育唔但语言，阁有文学甲文化，帮大间学校拢会当打造一间本土语言教室，互囡仔伫浸水式的文化环境中学习。记者林书丹报道，新北报道。